乡亲继续来看，这里是嘉义市武东一个议员戴宁洪指控以人头诈领到助理费，讲做3届的议员诈领518万。嘉义地检署侦查到一个段落，甲求处动刑，认定这个戴宁利用职务的机会诈取钱财，甲起诉求处24年。以服务处的助理出面表示唔甘，嘛替戴宁来发冤枉，希望司法会当公正来审判。规日老爸凌晨一日靠无当一个家己市议员戴宁进行被解雇，转去奔丧。伊因为被告诈领助理费被收案，检方调查发现讲，戴宁做3届议员任内，用伊姓詹的卫生啊、姓郭正安的小妹，甲其他人做人头，总共诈领518万7774块。这个钱大部分拢是个人提起开，检方侦结了后，伊才利用职务的机会诈取财物等等来起诉戴宁。败坏官真违背社会大众对于公务员的期待。那被告在查获以后，那有矫饰谢词了哈，那始终未见悔意，那敬请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4年。求处24年动刑，和戴宁2个助理跳出来道话冤枉。这次求处这么重的刑，我相信对他跟对嘉义市都是个很严重的损失。我希望我们的戴宁议员能够赶快早日回来，然后做政服务处。委任的律师是表示讲，戴宁绝对会保卫家己的清兵。求刑24年，究竟他的标准为何？其实我们是感到不解。但是不管检察官具体求刑为何，戴宁议员都表示一定会捍卫他的司法清白到底。另外，检方嘛将几名人头犯起诉处分。那戴宁是为3月13起收押到即马，目前已经移审嘉义的地方法院，由法院裁定敢是要继续收案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